咗當中辦學嘅賽事，仲有一項咧就係群眾嘅賽事嚟嘅。咁我哋 ViuTV 咧將會全程陪住大家一齊直擊呢一項嘅體壇盛事啦。咁啊，而香港咧今屆亦都係第一次、首次叫做可以承辦到咧呢個全國水平最高、規模最大嘅綜合運動會當中嘅8個競賽項目，咁所以咧意義實在非凡嘅。咁喺度咧，我代表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衷心感謝香港特區政府授予我哋 ViuTV 今次全運會嘅播映權。咁啊喺接住落嚟嘅比賽日子咧，我哋嘅99、96同埋我哋額外加設咗4條官方社交媒體咧，會播放超過150小時嘅今次全。除咗呢個辦賽話可以推動頭先講話個普及化之外咧，我哋都係希望咧可以推動我哋嘅專業化嘅發展。因為透過今次搞呢個咁大嘅運動會咧，我哋動用咗好多人手嘅，政府裏邊啦，以至到政府以外一啲體育總會。咁另外就有啲譬如話喺嗰個市場推廣啊，或者甚至係電視轉播方面啊、廣播方面啊，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工作人員同埋我哋嘅專業團隊咧，係可以同一啲內地嘅高水平嘅團隊咧，大家去對接嘅。咁從而咧就係話希望大家都了解香港以外嘅啲地方點樣做呢啲大型嘅體育盛事嘅咧。全運會咧，確實佢哋喺內地咧係非常之重視嘅。梁俊石、劉國堅、周浩榮、劉家樂、陳憲亮、翁金華、馬啟仁、廖志強、陸俊賢、袁文俊、黃俊賢、陳彥澤、黃庭亨、蘇慧音、何建欣、梁寶森、陳子晴、楊翠玲嘅歡迎各位，亦都咧要歡迎我哋嘅星級主持團隊入邊當中包括陳偉如、邢安邦、梁詠如、陳安娜 Brian、張嘉欣、蘇家豪、温俊軒嘅。咁當然啦，今日仲有我哋嘅藝人朋友啦，包括係 Rover 嘅 Jason、Peter、Ken、Colin 嘅Mirror 嘅 AK、Stanley、Tiger、Eric 嘅花哥、寶琪，仲有 Pixel 嘅 Phoebus 同埋 Marco。好，我哋最頂嗰排嘅朋友麻煩向左行一步啦，係手嚟。係 Kevin 爸爸，我哋最頂嗰排咧向左行一小步。我哋再近多少少落嚟，歡迎最頂嘅排嘅嘉賓朋友可以再向左，向左呢一邊褪多少少，係啦，令到我哋所有嘅嘉賓都可以有嘅一個排位 OK 啦。有啲熱情大家嘅上邊，好 OK， 好望住正中間啦，keep 住 OK。繼續中間繼續講多幾張，好啦，然後望望，正中間前排少少嘅 camera， 我哋 keep 住嗰個換位嘅 OK， 好，仲有右手 OK， 好啦，入邊再望左手邊啦，我哋一齊望下左手邊嘅嗰位嘉賓，我哋望下左手邊 keep 住個笑容，究竟呢個金牌動作係乜嘢咧？究竟佢係代表住乜嘢？我哋 keep 住。用熱情俾佢哋好咯。OK， 大家都影到啦，係咪啊？影到，中間使唔使補多幾張 ？OK， 最熱情嘅心情一齊嚟支持我哋香港嘅運動㗎。我哋一齊以最熱烈嘅掌聲邀請佢哋上台。有請 Rover 嘅 Ken、Jason、Hajan、Arrow 嘅寶琪、Fat Boy、Mirror 嘅 Stanley。做更加多歷史性時刻嘅一個功能啦，係咪？咁 Michael 咧，你會唔會同Phoebus 一齊合場支持，定係你會想睇其他嘅項目咧？都可以，不過我想用咩多少熱情講
想支持嘅係三班排球，因為其實我都打咗好多年排球嘅，咁即係對排球有一啲熱誠喺入邊。咁同埋本身沙灘排球我係冇打過，咁我好中意沙灘，又好中意排球，咁兩樣都擺埋一齊咧就即係好想入場啦，係啦，好想入場支持。OK，咁阿 D 咧，頭先阿 D 又分享咗佢嘅心水嘅項目啦，你嘅心水項目係咩？我仲想睇嘅係籃球同埋高爾夫球，因為我覺得籃球係一個團隊運動啦，一定係特別熱血嘅。跟住高爾夫球就係一個優美得嚟又有力量嘅項目。所以都係中意感受現場嗰個熱烈嘅氣氛啦。係。OK，咁阿 D 咧？我會想睇籃球同籃球，因為籃球嘅話，我覺得可以同 Candy 一齊睇。Candy 就可以講解俾我聽，到底現場發生緊咩事係啦。即係佢都係一個專業嘅評述員嚟嘅喎。OK，咁啊，望下嗰邊。劍擊多啲嘅，係因為平時生活冇乜機會接觸劍擊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係好考呢個反應同速度，所以就好想睇呢個項目。OK，所以現場去親身去睇啦。冇錯。大家好，我係 Wolver 嘅 Jason 啊。咁我就好想入去睇呢個籃球啊，我哋 U22嘅男子籃球，因為我曾幾何時都想成為一個籃球運動員啊，但係大個咗就發現自己身高唔係幾夠，咁選擇去支持我哋香港嘅籃球員，幫我去完成呢個夢想。OK，透過人哋完成呢個夢想。Hello 大家好，我係 Wolver 嘅希進，咁我就希望可以支持到 U22嘅男子籃球啦，因為當中除咗Brian 講嘅楊博文之外咧，我都特別留意一位運動員叫吳偉俊啊，因為我覺得佢好有大心臟同埋佢嘅三分都好準，就係好期待呢項嘅運動。OK，咁啊，保期咧，你想睇邊個項目？咁我就係英華嘅保期啦，咁我就想睇呢個沙灘嘅排球啦，因為佢嗰個環境好靚啦，令到你個人好精神啦。咁我哋睇現場一定要精神啊嘛，咁好多好睇嘅嘢咁就精神咯，係咪啊？啱啊！咁你咧？我話即係我自己就少睇賽事嘅，但係前嗰排即係睇翻有唔同嘅朋友啦上台唱歌，所以留意翻佢多啲嘅，所以我哋會想睇劍擊多啲嘅都係。咁特別今年係 U22男子籃球賽喺香港搞啦，咁同埋我翻查咗個隊即係球隊嘅名單咧，原來好有緣分，有一個男隊係叫陳卓賢嘅，係啊，好熱血沸騰，所以就會喺屋企睇定 ViuTV 嘅直播。咁就啱啦！我哋一陣間有一個 moment 可以俾大家感受下呢個 breaking 嘅熱情，同埋 freezing 嘅熱情，我哋嘅 freezing。好 ，Tiger 咧？我覺得我一定要支持我哋香港嘅武術隊，因為其實武術隊咧都係有個世一嘅一位叫做梁日升嘅太極運動員啦。咁佢其實對上係攞去送俾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嘅，博盡無悔。仲有冇大家想送上呢個打氣説話俾我哋港隊運動員咧？肥仔咧，你有冇？肥仔好似諗到，你受傷係啊，如果受傷，你一個健康嘅身體先可以繼續參加比賽。好好。希望我哋受傷嘅運動員都快啲好返。係，好啦，有力量又有創意嘅動作啦。呢個玩法非常簡單，我哋由 Stanley 同埋 AK 中間咧就開一半，分開兩組。好啦，大家都知道點樣分組啦，我就唔再細講啦。好啦，我哋每一個回合咧都會出一條題，就係運動嘅項目啦。咁兩隊咧就要做出你哋，即係全隊一齊做出你哋最代表到嗰個運動項目嘅一個動作啦。咁然後我哋邀請台下專業嘅評審咧去揀邊一種做得最好嘅。OK，大家 get 到啦，係嘛？好，我哋準備開始第一關啦，就係跳水運動員入水前一刻，我哋可以咧，大家一齊傾一傾，要全隊做同一個動作，又要齊，又要團結，又要熱血嘅，好冇？我哋俾5秒時間你哋一齊諗下。嗱，兩邊咧，我哋唔使全部人一齊做個動作，分兩組比賽嚟㗎。係啊，你哋分翻開嗰個坐紅漢界先。OK，係咪準備好啦？我應該數3、2、1咧，你哋就表情、動作、身體、肢體語言一齊講聲解數喎。OK， 好，準備好未？準備好，3、2、1。你哋睇下你哋嘅敵
人嗰邊咧，好啦，肥仔可以用翻嚟啦，咁咧都真係勁。我哋咧不如將個咪交俾我哋嘅專業評分嘅港隊跳水代表啊，周漢榮啊，前嗰邊咧就係專業感，嗰邊就係動感嘅。OK， 我哋仲有兩個回合，下一個回合咧，我哋嘅題目就係武術套路啦。咁武術咧講求動作啦、節奏啦、快狠準啦、精氣神啦。咁希望你哋兩隊都可以表現到呢一種嘅感覺。我哋俾少時間你哋傾一傾先啦。武術套路究竟係會出現乜嘢動作咧？專業感同埋動感嘅分別係乜嘢咧？我而家已經我想知道煲到大概幾秒到嘅，咁我哋呢個時候咧，慢慢邀請我哋嘅評審嘅朋友，即係我哋中國香港武術隊運動員何建欣為我哋評分嘅。咦，嗰邊完咗大動作，點解嘅？Hello， 大家好。咁大家都睇到啦，如果大家覺得邊隊會贏啊？大家覺得會邊隊贏？其實一邊要贏嘅係。最震撼喎！定價得嚟動感好，我哋咧即刻邀請我哋嘅霹靂舞中國香港代表隊成員 B-Boy 蘇圈，快啲為我哋評分啦！我驚佢哋咧，大家對我嘅肌肉支持唔住嘅。我係好多陣嘅，我哋都中意睇嘅其實。係咪想有好多陣嘅？力嘅鬥爭啊！好，咁我覺得就右邊嘅好多啦，因為佢做咗一個 freeze 啦。咁但係咧，係啦，咁左邊嘅咧，肥仔嗰邊咧都會係做咗一個好配合嘅動作，因為呢個運動除咗個人咧，都係好講求呢個團隊合作嘅。大家好，我係 Brian 啊，咁啊首先大家一齊望下我哋後面嘅熒光幕先，係啦 ，OK 啊呢邊先。嗱，我哋咧幾點開始開電視咧？就係由你打開雙眼開始啊！我哋咧每一日咧，其實由上午嘅9點去到下晝6點咧，都會有我哋嘅決戰前線啊！晚上6點半去到9點半咧，就有王者當晚，而去到10點半咧到11點半咧就係勝利時刻。96台同樣精彩啦！我哋有6點鐘去到晚上10點半有黃金爭霸，所以換言之咧就係由朝頭早去到夜晚，我哋都為你準備咗全天候無數豐富嘅精彩比賽俾大家。田徑咁係嘉欣咩？咁啊娜姐就係 focus 網球跳勁啦，我自己就會比較想 focus 喺羽毛球度嘅，因為始終就即係自己以前都訓練咗一段時間啦，細個嘅時候，咁所以對於羽毛球呢個項目不嬲都情有獨鍾，同埋因為即係都好支持我哋港隊嘅混雙組合林謝佩啦，希望佢哋今次喺全運會度有好嘅成績啦。所以都係有私心嘅其實。冇錯。做奧運經驗要瞓多啲咯，你而家好開始瞓嘅。係啊，開始瞓翻即刻開始瞓。咁我覺得好開心係因為本身我好中意運動啦，譬如跑步啊、籃球啊、踩單車。咁但係其實喺大型嘅運動賽事，你會接觸更加多唔同嘅運動，即係好似例如所講獨木舟啊，甚至一啲我以前未玩過嘅運動。咁所以真係要做功課咯，同埋要同一班我哋專業嘅運動員去傾偈、去合作，因為好多時候即係靠佢哋帶我哋進入呢個比賽。你講。咁我作為乒乓波運動員，一定係乒乓波啦。主要乒乓波真係好令人興奮啦，因為咧啲人話乒乓波作為一個國技咧，佢其實全球呢個水平係高過奧運會㗎啦。咁所以咧內地網民都話呢個係神仙打交嘅情況，所以我係好期待睇佢哋，同埋香港隊嘅發揮都係好令人期待啦。我哋嘅混雙組合都係非常之進步緊咁樣咯。Hello， 大家好，我係現役香港武術運動員何建欣。咁嚟緊咧，我會評述武術套路項目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家好，我係香港武術運動員陳子晴。咁我係武術散打嘅運動員啦，而我都會評述武術散打，係我第一次做評述，所以希望大家借咗嚟㗎，一定會支持。咁你自己最期待係邊一個項目？我最期待都係武術散啦，因為今次其實個陣容係好鼎盛。有近年我哋武術散啦都進步好多啦，啱啱又攞咗世界錦標賽金牌第一塊，世界盃金牌。